歡迎收聽 Vince 越聽世情，我係 Vince。今日呢段舊事講一個一世人匿喺山入邊嘅人，佢冇做過官，冇帶過兵，亦冇留低過一句慷慨激昂嘅場面說話。但喺戰國後半段嗰幾十年入邊，攪動天下嗰幾個人，全部都係由佢手上走出去。佢叫鬼谷子。我哋嘅故事由公元前4世紀講起。如果嗰陣時你可以好似一隻鷹咁飛過中原上空，你會聽到成片大地都喺度響。攻城車正撞向城門，發出一下下沉悶巨響。稷下學宮入面，儒家同墨家嘅學者爭到面紅耳赤。各國使者嘅馬車喺泥濘山路上狂奔，車輪捲起嘅塵土遮天蔽日。所有人都急住出聲，急住向呢個世界證明自己仲存在。但你再向上飛，穿過雲層，落到一座叫雲夢山嘅山谷入邊，所有聲音就完全消失。呢度靜得令人心寒，冇刀劍相擊嘅聲音，冇辯論嘅聲音，只有清晨嘅露水沿住青苔滑落嚟，滴答一聲，打破成座山谷嘅寂靜。呢度就係鬼谷。山谷深處坐住一個人，背向住我哋，面前擺住一盤棋。呢盤棋好古怪，棋盤上冇黑白兩色嘅棋子，取而代之嘅係當時天下7個國家，佢唔急住落子，只係靜靜咁望住。嗰個年代，孔子嘅徒子徒孫教緊君王點樣做一個仁慈嘅人，墨子嘅追隨者着住草鞋四圍奔走，教人點樣做一個肯犧牲嘅人。而住喺呢座山谷入邊嘅人，冷冷咁睇住呢一切。佢心入邊好清楚，喺呢個世道，仁義救唔到命，犧牲換唔到和平。佢要教嘅係另一門學問，喺呢部絞肉機入面，點樣算準人性，點樣攞準別人嘅貪念同埋恐懼，唔單止要活落去，仲要贏到最後。關於鬼谷子嘅身世，歷史就似一個頑皮嘅細路，將最要緊嗰幾頁完全逃走咗。民間傳說總係帶住一股神仙氣，老百姓最中意講嗰個吞珠落肚嘅故事，話佢阿媽誤吞咗一粒奇珠，後來生下一個額頭生瘤、得幾隻牙嘅怪嬰，好似一定要有咁離奇嘅開場，先至襯得起佢後來嗰一世。但係如果我哋將呢層糖衣剝走，伸手摸一摸下面嗰副凍冰冰嘅骨頭，你就會發現真相往往比傳說更粗糙，亦更加講得通。佢唔係神仙，佢首先係一個人，一個活喺禮崩樂壞年代入邊嘅幸存者。我哋有理由相信佢大概出世喺魏國朝歌一帶，嗰度曾經係商朝嘅都城，昔日繁華早就散盡，剩低嘅只有廢墟同野草。嗰個年代，周天子嘅權威就似夕陽底下嘅影，望落好長，其實一啲熱力都冇。諸侯把口講住尊王攘夷，隻手就個個都喺度磨刀，眼望望盯實隔籬人嘅土地同人口。細個嗰陣嘅佢，當時仲叫王許或者王禪，並唔係活喺雲端之上。佢好可能出身自一個沒落嘅貴族家庭，呢種身份喺當時其實非常尷尬。佢哋受過良好教育，讀過詩，識得祭祀嘅禮數，知道乜嘢叫體面，但係現實好殘酷。家族嘅封地可能一早就俾某個有勢力嘅卿大夫吞咗，屋企嗰啲青銅鼎亦可能已經拎咗去換糧食。佢由細睇到嘅世界根本就係裂開嘅。日頭佢喺學堂聽老師講周公禮樂，講君君臣臣，講呢個世界本來應該幾咁井然有序啊。到咗夜晚，佢聽到嘅就係窗外嘅馬蹄聲，係逃難人群嘅喊聲，係強盜撞門嘅聲音。呢種巨大反差喺佢心入邊埋低咗一粒種子。書入邊寫嗰啲道理真係有用咩？到咗少年時期，佢開始四處遊歷，就似當時好多想揾出路嘅讀書人一樣。呢個係無奈，亦都係一場殘酷嘅成人禮。喺魯國，佢見過孔子嘅徒子徒孫，嗰班人衣冠楚楚，喺呢個殺人如麻嘅亂世入邊，仍然死命推行仁義同埋道德，試圖用道德去感化野心家，再用禮儀去約束嗰班暴發戶。呢個畫面好壯烈，但同樣亦都好荒謬。佢企喺人群入邊冷眼旁觀，
諗起咗一個反面例子，宋襄公嗰個為咗守住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呢套規矩，硬係要等楚軍渡晒河、列好陣先肯開打嘅人。結果宋襄公大敗，自己亦都受咗重傷，死得一啲都唔體面，仲成為千古笑柄。嗰一刻，年輕嘅佢大概第一次摸到呢個世界真正嘅底色。喺呢片林入邊，道德有陣時唔係護身符，反而係催命符。善良如果冇牙齒，咁就只係一高等住俾人劏嘅肉。後來佢又去咗麥加活躍嘅地方，嗰係一班更加純粹嘅人。佢哋着住草鞋，邊度有戰爭就跑去邊度，想用自己嘅血肉之軀去擋住攻城戰車。佢哋講兼愛非攻，希望每一個人都好似愛自己阿爸咁去愛人哋嘅阿爸。佢望住呢班人，心入邊湧起嘅係一陣悲哀。佢知道麥加嘅理想係完美嘅，但人性唔係，指望諸侯放低私欲去兼愛天下，就好似指望老虎突然改食齋。只要人心入邊嗰份貪念仲喺度，戰爭就唔會停。靠把口勸人向善，靠個身去擋戰車，兩樣都救唔到呢個世道。就喺呢一刻，佢作出咗一個決定，佢唔再嘗試去拯救呢個世界，佢要將呢個世界解剖開嚟睇清楚。佢要揾嘅係一套超越人意，直接落到人性最底層嘅運作法則。跟住佢轉身離開城市，離開諸侯嘅宮殿，行入嗰座雲霧繚繞嘅大山。雲夢山喺今日嘅河南皮縣嗰度，山勢險峻，林木茂密，長年雲霧來漫。因為山谷幽深，所以俾人叫做鬼谷。一般人入山係為咗修仙問道或者圖個清靜，但佢入山並唔係為咗呢啲，佢更似係一個人為咗唔俾人打擾，將自己關入一間最安靜嘅房入邊，專心做一件事。呢度所講嘅鬼，指嘅唔係幽靈，指嘅係嗰啲睇唔見、摸唔到，但又實實在在牽住人行嘅嘢。喺呢座山谷入邊，佢開始咗自己嘅研究。佢研究嘅唔係星辰，唔係草藥，而係人。準確啲嚟講，係身處權力漩渦入面嘅人。佢發現列國紛爭表面睇落亂成一團，今日秦國打魏國，聽日齊國打楚國，但喺呢團亂局下面，有一條線一直都冇變過，就係利益嘅流動同埋人心嘅算計。佢開始喺呢個冇人嘅山谷入邊建立一套完全唔同嘅學問。呢套學問好冷酷，將所有溫情脈脈嗰層外皮全部撕開，儒家講成佢講嘅反而係忍。佢認為喺呢個爾虞我詐嘅世道入邊，將說話全部講盡，好多時就等於將自己嘅底牌攤開俾對手睇。真正明白世情嘅人要識陰陽，最緊要係收埋得住，令別人睇唔見你嘅形狀，聽唔到你嘅聲音，你先至安全，先至有機會喺暗處出手。麥加講信，佢講嘅反而係變。佢認為世上冇永遠嘅盟友，只有永遠嘅利害。呢一刻係朋友，下一刻利益一有衝突就會變成死敵。所以冇任何承諾係唔可以打破，關鍵只係睇打破承諾要付出幾多代價，又可以換翻幾多利益。佢喺山谷嘅岩壁下面日復一日咁推演，佢睇蜘蛛點樣結網捕食，睇兩隻老虎相遇嗰陣點樣互相試探，點樣搏殺，睇流水點樣避開石頭向低處流。佢將呢啲自然界嘅生存法則一點一點翻譯成人世間嘅權謀。慢慢地，一套令人心寒嘅學問喺佢腦海入邊成形。呢套學問唔會教你點樣做一個好人，只會教你點樣做一個贏家。當中包括點樣打開人哋嘅心房套取說話，點樣用好處做魚餌釣出大魚，點樣跟住形勢隨時轉換陣營呢？係一門危險嘅學問。當呢套學問成熟嗰陣，佢知道自己仲欠一樣嘢，佢欠嘅係人。佢需要有人將呢啲學問帶出山谷，帶到嗰個叫戰國嘅舞台上試一試，睇下呢把刀到底夠唔夠快。於是嗰間非常奇怪嘅學堂開辦咗，佢冇招生告示，冇校舍，課室就係山洞，書台就係石頭，但門檻高得嚇人。
佢唔要平庸嘅人，只識死讀書嘅，佢唔收；個腦一條筋嘅，佢亦都唔收。佢要嘅係嗰種眼入邊有火、心入邊有深淵嘅人，係嗰種對現狀極度不滿，渴望靠力量改變命運，而且為咗達到目的，可以暫時將道德收埋嘅人。因為只有呢種人，先至夠膽揮動佢交俾對方嗰把刀。最先揾到呢度嘅係兩個後生仔，一個叫孫寶，一個叫龐涓。佢哋嚟到嗰陣，大概仲帶住後生人嗰股志氣。佢哋唔知道，一腳踏入呢個山谷，就等於行出咗普通人嗰條路。鬼谷子望住呢兩個學生，眼神入邊既冇慈愛，亦都冇嚴厲，只有一種早已睇透結局嘅平靜，就好似一個工匠望住兩高就快放入爐嘅鐵。佢冇教佢哋讀詩，亦都冇教佢哋彈琴。喺佢嘅課堂上邊冇標準答案。佢會調出一絞肉，睇兩隻狼點樣搶。佢會擺出一個假位置，睇兩個學生點樣算計對方。佢教佢哋兵法唔係排兵布陣咁簡單，兵法就係詭道。你要令敵人以為你弱，其實你強；你要令敵人以為你喺東邊，其實你喺西邊。你要學識利用敵人嘅貪念，將佢引入死地。你知唔知道獵人點解捉到狐狸？佢成日都係咁問，唔係因為獵人跑得快過狐狸，而係因為獵人知道狐狸想食乜，亦都知道狐狸怕乜。喺呢個同世間隔絕嘅地方，兩個後生仔如刺渴咁吸收住呢啲令人心寒嘅嘢。佢哋學點樣收埋自己嘅意圖，學點樣喺充滿敵意嘅世界入邊揾盟友，學點樣用最細嘅代價換取最大嘅勝利。雲蒙山嘅日子就似一口冇半點波紋嘅深井，但喺呢片死寂底下，兩個人嘅命運正喺度猛烈發酵。如果你有機會坐喺呢個課堂嘅角落，你會覺得空氣好稀薄，壓到人透唔到氣。呢度冇讀書聲，只有一次又一次推演嗰陣竹簡互相碰撞嘅清脆聲響。孫寶同龐涓呢兩個名後來響遍成個戰國，但喺當時，佢哋只係兩擊材料，或者講得再冷一啲，係困喺同一個籠入邊嘅兩個樣本。佢哋曾經對住山谷入邊嘅月光發誓，結拜做兄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呢種誓言喺嗰個年紀係真心嘅，但喺嗰個年代就非常脆弱。鬼谷子從來冇阻止過佢哋咁樣發誓，佢只係冷冷咁望住，就似一個巨人望住兩隻螞蟻互相碰觸角。因為佢知道人同人之間最危險嘅關係唔係仇敵，而係利益重疊嘅同門。喺一次推演課上，嗰度裂縫第一次露咗出嚟。題目好簡單，一座孤城，糧草斷絕，外面係10倍嘅敵軍，你係守將，點樣活落去？龐涓嘅答案係突圍，佢選擇集中所有兵力，喺敵人陣勢最薄弱嘅地方撕開一道缺口。佢嘅思路光芒直接，帶住一種賭徒式嘅決絕。喺佢睇嚟，與其坐喺度等死，不如用血殺出一條生路。呢個好符合當時魏國嗰股霸氣，亦都符合亂世入邊嗰句狹路相逢勇者勝。但孫族嘅答案唔同，佢根本冇喐嗰粒被圍住嘅棋子，佢隻手伸向咗棋盤嘅另一邊，敵人嘅後方。佢主張派一支騎兵去打敵人嘅糧倉，或者打佢唔夠唔得嘅地方，逼佢撤翻去，個包圍自然就解咗。呢個就係後來嗰一招圍魏救趙嘅雛形。鬼谷子望住棋盤，依然冇任何表情。喺戰術上，兩個人不分高下，但喺格局上，龐涓睇到嘅係眼前呢一局，孫鵬睇到嘅係成個大勢。龐涓諗嘅係點樣打贏一場仗，孫鵬諗嘅係點樣打贏一場戰爭。呢種天分上嘅差距，好似一根睇唔見嘅刺，深深咁結入龐涓心入邊。佢意識到，只要孫蘠仲喺呢個世上一日，佢就永遠只可以排第二。而喺戰國，排第二好多時就等於會被淘汰。當魏王招賢嘅消息傳入山谷，龐涓再都坐唔住，佢覺得自己已經學有所成。向老師辭行嗰日，鬼谷子坐喺草廬前面，望住跪喺地上嘅佢，冇挽留，亦都冇祝福，佢只係淡淡咁望住呢個即將落山嘅人，
好似望住一粒早已注定結局嘅棋子。去啦！佢揮咗揮手，只係補多一句：落山嘅路比上山嘅路難行得多。龐涓說住行囊，頭都唔回咁衝出山谷。佢以為自己係去征服呢個世界。孫寶企喺山崖上望住師兄嘅背影，心入邊有啲失落。佢唔知道呢一次一別，兩個人就變成生死冤家。佢更加唔知道老師嗰句說話入邊冇講出口嘅意思。冇幾耐之後就會變成砸爛佢膝頭嗰把鐵錘。龐涓喺魏國的確成功咗，佢率領魏武卒橫掃四方，做到上將軍，名震天下。但係佢始終瞓得唔安穩，每逢去到深夜，佢總會諗起雲夢山入邊嗰個沉思嘅師弟，嗰種對天才嘅恐懼一直喺度啃噬住佢。於是，一封寫滿兄弟情深嘅信送入咗雲夢山。孫毛收到封信，開心得近乎失控，以為師兄係嚟兌現當年嘅承諾，完全唔知道呢張其實係通往地獄嘅請柬。佢向老師辭行。呢一次，鬼谷子依然冇阻止。佢望住呢個仲好單純嘅學生，心入邊或者都曾經有過一絲波動。佢明明算得到今次落山有幾兇險，明明知道孫炒今次去會遇到啲乜，但係佢選擇咗沉默。點解？因為喺佢睇嚟，孫寶係一塊好鐵，但仲未開刃。呢個人嘅心太軟，太過相信仁義。一個相信仁義嘅將軍上咗戰場，係會害死千千萬萬人。孫蒙需要一場劫難，一場將佢成個世界徹底打碎嘅劫難。孫寶落山啊，帶住對將來嘅憧憬，行入魏國國都大梁。等住佢嘅唔係酒席，而係刑具。龐涓冇殺佢，殺咗佢太便宜，亦太容易俾人話餅。龐涓係要毀咗佢。佢捏造孫鞏私通齊國嘅罪名，下令對佢施以唔理刑，亦即係剔走膝頭骨。呢係一種極之惡毒嘅刑罰。佢留低你條命，但就攞走你企翻起身嘅資格。唔單止咁，仲喺佢塊面刺字。試下想象嗰個畫面。昔日同窗高高坐喺堂上，面帶冷笑，而孫稿呢個本來應該指點江山嘅人，蜷縮喺血泊入邊，眼白白睇住自己嘅膝頭骨俾人一啲一啲剔走。嗰一刻，佢心入邊嘅仁義崩塌咗。佢亦終於明白老師喺山谷入邊嗰份沉默究竟係乜意思。喺呢個世界上，最想你死嘅，往往就係最了解你嗰個人。就喺呢一刻，嗰個天真嘅孫罩死咗，活落嚟嘅係一個坐住行嘅復仇者。為咗保命，佢開始扮癲。佢住入豬欄，食豬食，甚至將污糟嘢塞入口傻笑。龐涓派人日夜睇實佢，見到呢一幕，終於放低戒心，以為呢個人已經徹底廢咗。但佢忘記老師教過嘅一句說話：潛謀於無形，常勝於不爭。最好嘅偽裝就係令敵人覺得你已經構成唔到任何威脅。後來齊國使者秘密將孫謀帶走。公元前341年，馬陵之戰，呢係一盤老師一早推演過嘅棋，亦係兩個學生宿命嘅終點。呢個時候嘅龐涓統領住強大魏軍，不可一世。而孫寶身為齊國軍師，坐喺車入邊，身體殘缺，對眼就亮到嚇人。孫寶實在太了解龐涓，佢知道呢個人性急，而且極度睇低而家嘅自己。於是佢用咗一招減灶。第一日齊軍營地有10萬個煮飯嘅灶，第二日減到5萬，第3日只剩低3萬。探子回報，龐涓大笑，話我一早知齊國人膽小如鼠，先至入魏地3日，士兵已經走咗大半。佢調低步兵，只帶住精銳騎兵，日夜趕路追上去，驚孫走甩。佢唔知道自己追嘅根本唔係獵物。孫寶計住佢嘅行程，計住馬匹腳力，甚至連日落時辰都計埋。佢揀中咗馬陵道，呢度道路狹窄，兩旁樹木茂密，係一個完美嘅伏擊圈。佢喺路邊揀咗一棵大樹，砍走樹皮，喺白色樹幹寫低6個字：龐涓死於此樹之下。
跟住佢命令10000名弓箭手埋伏喺兩邊，約定一見火光就萬箭齊發。夜幕降臨，馬陵道一片死寂，只有風吹過樹葉嘅沙沙聲，就似當年雲夢山嗰啲安靜嘅夜晚。龐涓趕到啦，佢喺黑暗入邊見到路邊有啲白色嘢，心生疑惑，點起火把行近去睇，火光跳動，照亮咗嗰一行字。龐涓睇完嗰一瞬間，全身嘅血都凍晒。佢明白啦，呢個唔單止係一個陷阱，而係一場跨越幾十年嘅處決。嗰個俾佢剔走膝頭骨嘅屍體，從來冇喺腦筋上輸過俾佢半分。火光亮起嗰一刻，就係信號，萬箭齊發，魏軍大亂，互相踐踏。龐涓望住遍地屍體，望住自己苦心經營嘅一切喺一瞬間散晒。佢知道大勢已去，佢拔出佩劍，對住嗰棵樹，或許亦係對住遠方嘅雲夢山，嗌出最後一句：遂成庶子之名。意思係竟然成全咗呢個小子嘅名聲。跟住佢自刎啦，到死佢都唔服。佢認為自己只係輸俾運氣，輸俾嗰幾個組嘅數字，但佢錯啦。佢輸嘅係好多年前山谷入邊嗰幾堂課。嗰個時候，千里之外嘅雲夢山，鬼谷子可能正喺度修剪一株蘭花，剪刀咔嚓一聲剪斷咗一條枯枝。佢冇抬頭。呢件事係咪好荒誕？一位老師教出2個最頂尖嘅學生，一個變成殘廢，一個變成屍體。佢哋打殘魏國，將齊國推上霸主位置，令成個戰國天翻地覆。而呢一切嘅源頭，只係呢個老人喺山谷入邊講過嘅幾堂課。佢難過咩？或許有少少，但佢更加清楚，陰同陽，奇同正，從來都係相生相克。龐涓嗰種剛猛係陽，孫賁嗰種陰柔係陰，只有呢2股力量狠狠撞過一次，新嘅平衡先會出現。龐涓嘅死，孫賁嘅殘，都係呢盤棋要付出嘅代價。山谷依然靜英英，露水照舊滴落青苔上。第一批試出嚟啦，結果好清楚，但係佢並冇收起手上嘅棋子。歲月喺雲夢山好似停住咗。呢度嘅草木枯咗又再生，過咗30幾個輪迴，山下嘅戰火熄咗又再起，直到30幾年後，山門嘅鈴鐺先再一次響起。今次推開山門嘅係2個落魄嘅後生仔，佢哋冇帶劍，只係帶住一條足以抵得上100萬雄兵嘅舌頭。佢哋就係蘇秦同張儀。如果話孫爪同龐涓嗰一局，俾嘅係硬碰硬嘅力量，係刀劍，係鮮血。咁今次呢一局，鬼谷子要試嘅係另一樣嘢，決定勝負嘅唔再係戰車同弓箭，而係一把口。佢冇教呢2個人點樣排兵布陣，反而掟咗幾卷更加難明嘅竹簡俾佢哋，上面寫滿點樣揣摩人心，點樣衡量利害，同埋點樣用一句說話挑起一場戰爭，又或者平息一場戰爭。呢門學問叫縱橫啦。故事嘅轉折發生喺蘇秦第一次落山翻嚟之後，嗰段時間係佢人生入邊最黑暗嘅日子。佢滿懷信心去咗秦國，想說服秦惠文王吞併天下，結果撞到一鼻子灰。秦王啱啱先車裂咗商鞅，對呢啲淨係識得賣弄口才嘅說客充滿厭惡，直接將佢趕咗出去。蘇秦翻到洛陽老家嗰陣，簡直就好似一個乞兒。嗰件原本光鮮嘅黑貂裘已經磨到破破爛爛，腳上對草鞋露晒腳踭，個人瘦到好似一根枯柴。佢推開屋企道門，以為點都可以得到少少溫情，現實卻狠狠刮咗佢一巴。佢老婆坐喺織布機前面，連頭都冇抬起，好似完全睇唔到呢個丈夫。佢阿嫂望住佢嗰副窮酸樣，直情唔肯煮飯俾佢食，冷冷咁掟低一句：你自己睇下你。不務正業，抵你有今日。就連佢父母都覺得生咗呢個仔係家族嘅恥辱，一句說話都唔願意同佢講。呢個就係戰國最赤裸裸嘅一面，親情都係要用嘢去換翻嚟。當你一無所有嗰陣，連血緣都會變得薄過一張紙。蘇秦企喺破敗嘅院子入邊，聽住屋企人嘅冷言冷語，心入邊有一樣嘢碎咗。但另一樣更加硬嘅嘢就企咗起嚟，
佢連夜逃返雲夢山。鬼谷子望住呢個狼狽返嚟嘅學生，眼神依然平靜。佢一句安慰都冇講，亦都冇鬧佢屋企人勢利，因為喺佢嗰套道理入邊，呢個就係人性嘅常態。人會趨利避害，就好似水向低處流一樣自然。你想改變別人對你嘅態度，咁你就先改變自己手上到底有啲乜。佢喺書架深處拎出一卷鋪滿灰塵嘅書，掟到蘇秦面前。嗰卷就係呢門學問入邊最核心嘅嘢。嗰唔係一本教你點樣講說話嘅書，而係一本教你點樣打獵嘅書。佢話俾你知，每一個君王，每一個強者，心入邊都有自己驚嘅嘢，亦都有自己貪嘅嘢。只要你揾到嗰個缺口，你就可以牽住呢頭巨獸行。之後嗰段日子，蘇秦將自己困喺山洞入邊，每逢去到深夜，拎到真係頂唔順嗰陣，佢就拎起錐子，狠狠咁結落自己大樓，鮮血沿住條腿一路流到腳踭。嗰陣劇痛令佢即刻清醒翻，呢度邊係讀書，根本就係將自己重新做過一次。嗰個曾經渴望親情、渴望得到認同嘅蘇秦，正慢慢死去。一個將天下當成交易場嘅人就逐漸長出嚟。終於佢諗通咗，佢發現秦國雖然強，但其餘6國加埋就更加強。如果可以將6個弱國綁埋一齊，就好似將6根筷子紮成一束，就可以鎖死嗰個強國。呢個就係合縱。蘇秦再一次落山，今次佢冇去秦國，而係走遍6國嘅宮殿。佢用老師教俾佢嗰套本事，準確咁打中每一個君王嘅軟肋。趙王怕死，齊王愛財，燕王想報仇。佢將6粒散落嘅珠子用一條叫恐懼嘅線串埋一齊。當佢再次返到洛陽老家嗰陣，個場面荒誕得好。佢腰間掛住6個國家嘅雙印，車隊連綿幾里，各國使者前呼後擁，嗰種排場甚至比周天子仲要大。而嗰班曾經冷眼對待佢嘅屋企人呢？佢阿嫂伏喺地下，連頭都唔敢抬起。蘇秦笑住問佢：以前咁傲慢，而家點解突然變得咁恭敬？阿嫂震住把聲回答：因為貴子你而家地位高，金又多。呢個係一個幾咁老實，但係又幾咁難睇嘅答案。蘇秦坐喺高高嘅車上邊，望住眼前呢一幕，心入邊泛起一陣寒意。佢贏咗，但佢贏翻嚟嘅唔係尊重，只係別人嘅驚同貪換咗另一種樣。與此同時，另一個學生亦都迎來咗屬於佢嗰一刻。張儀嘅遭遇比蘇秦更加難睇。佢喺楚國一場宴會上邊，俾人懷疑偷咗一塊玉璧，俾令尹嘅門客打到半死，抬翻屋企。佢老婆望住俾人打到不似人形嘅丈夫，喊住埋怨：你如果唔讀書，唔學乜嘢游說，又點會搞到今時今日呢個地步？張儀吃力咁撥開腫晒嘅嘴，問咗一個後來俾人記足2000年嘅問題：你睇下我條圍仲喺唔喺度？老婆愣咗一愣，話仲喺度。張儀笑咗，嗰個笑容入邊帶住一股狠勁。只要條環仲喺度，我就一定可以翻身。呢個就係鬼谷子嘅學生。佢哋嘅身可以俾人打爛，尊嚴可以俾人踩喺地上，但只要嗰件武器仲喺度，佢哋就有本事將成個局面反轉。張儀去咗秦國，呢個時候嘅局勢好有意思。蘇秦已經喺東面布好個局，6國連成一道防線，將秦國死死困喺函谷關入面。照道理講，蘇秦同張儀係同門師兄弟，但由更高嘅角度去睇，佢哋係一對完美嘅對手。老師教俾佢哋最高一層嘅道理係：喺呢個世上，你想令自己有價值，就一定要有問題等住你去解決。所以蘇秦主張合縱，張儀就主張連橫。蘇秦喺東面將6國綁埋一齊，張儀就由西面行出嚟，拎住鐵錘逐粒逐粒將佢哋敲散。最精彩亦都最荒謬嘅一幕就發生喺張儀對付楚懷王嗰一次。為咗拆散齊楚兩國，張儀以秦國丞相身份出使楚國。佢見到嗰位貪心又唔夠精明嘅楚王擺出一副極之誠懇嘅樣，
話大王如果肯同齊國斷交，秦國願意獻出相於之地600里，600里對任何一個君王嚟講都好難拒絕。楚王身邊嘅謀士陳夫拼命勸佢，話大王呢個係局，秦國人講嘅說話幾時算個數？但貪念蒙住咗楚王對眼，佢唔單止同齊國斷絕關係，仲派人跟住張儀去秦國接收土地。去到秦國，張儀突然病咗，佢匿喺屋企3個月唔見客，搞到楚國使者急到團團轉。楚王仲以為係自己同齊國斷得唔夠乾淨，竟然派人走去齊國邊境大罵齊王，將齊國徹底得罪死。等到齊楚兩家徹底反面，張儀嘅病忽然就好返。佢接見楚國使者，扮到好驚訝咁話：咦，你哋點解仲未去接收？我講嘅係將我自己嗰6里封地送俾大王，唔係600里啊！600里變成6里，一場關乎天下局勢嘅大交易，一瞬間變成街市入邊嘅賴賬。楚懷王聽到回報，嬲到當場吐血，佢好似發癲咁起兵去打秦國，結果因為失去齊國支援，俾人打到大敗，連條命都差啲冇埋。呢場鬧劇將嗰套學問入邊最詭詐嗰一面演繹到極致。喺呢場橫跨幾十年嘅大局入面，蘇秦同張儀就似兩隻手，一隻將啲泥列埋一齊，一隻就將啲泥打散。佢哋表面上係你死我活嘅對手，但係企遠少少睇，佢哋其實係一對完美嘅拍檔。佢哋兩個人加埋一齊，維持住戰國後期嗰種搖搖欲墜嘅平衡。鬼谷子唔在乎係秦國贏定齊國贏，佢在乎嘅係呢個叫做天下嘅棋盤一定要長期保持喐動，因為只有喺亂世入邊，智慧先可以賣到好價錢。不過將天下人當成棋子咁玩嘅日子，始終都係要還。蘇秦最後死於反間計，喺齊國俾刺客刺到重傷，臨死之前，佢仲用自己嘅身做咗最後一次佈局。佢請求齊王將自己以謀反罪名喺市集公開處死，引嗰個兇手出嚟領賞。佢成功咗，兇手俾人捉住，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佢仍然喺度計算。張儀呢，喺秦武王繼位之後失去靠山，俾人趕返魏國，最後喺鬱鬱不得志之中病死。兩個攪動天下風雲嘅人，就似兩粒流星劃過夜空，燒盡咗自己，照亮咗嗰個黑暗年代，跟住好快就墜落去。雲夢山重新回復到最初嗰種死寂，嗰啲曾經喺呢度爭論、大笑、對住山谷大嗌要闖出一番天地嘅後生仔，全部都走咗。孫寶嘅車輪碾過留下嘅痕跡，一早已經俾野草遮住。韓專練劍嗰陣斬傷嘅嗰棵老樹，傷口亦都長翻出新皮。蘇秦每晚苦讀嘅嗰個山洞，而家只係剩低一班蝙蝠倒吊住休息。鬼谷子一個人坐喺呢座空蕩蕩嘅山谷入邊，佢老咗，條腰已經挺唔直，手上嘅皮好似乾枯嘅樹皮咁起晒皺紋，但嗰雙眼依然清澈得令人心寒，好似兩口深不見底嘅井，倒映住頭頂變嚟變去嘅雲。山外面嘅消息仍然會斷斷續續傳入嚟，只不過以前傳翻嚟嘅多數係捷報，係邊個學生做咗宰相，邊個學生打贏咗仗。而家傳翻嚟嘅多數係死訊，蘇秦死咗。鬼谷子聽到呢個消息嗰陣，正喺度抹竹簡，佢隻手停咗一下，亦都只係停咗一下。佢冇喊，亦都冇嘆氣。喺一般人眼中，蘇秦嘅結局係不得好死。但係佢眼中呢個係一個完整嘅循環。蘇秦一世都喺度玩火，喺6個國家嘅刀尖上跳舞，享受過嗰種將天下撥弄喺手掌之間嘅痛快，自然亦都要承受反噬。你透支咗幾多心機去換權勢，最後就要用幾多血肉去償還。冇過幾耐，張儀亦都走咗。再向前數，龐涓死喺亂戰之下，商鞅俾人車裂，吳起俾人射死喺楚王嘅屍體上面。鬼谷子望住呢一串名字，好似望住一盤一早已經捉完嘅棋。呢班叱咤風雲嘅人物，好似河水入邊翻起嘅浪花。佢哋一度以為
自己係呢條河嘅主人，可以隨手改變水流嘅方向。等到風停咗，浪跌翻落嚟，佢哋先發現自己只不過係河水嘅一部分。去到呢個時候，佢心入邊大概會生出一種好深嘅孤獨。呢種孤獨唔係因為身邊冇人，而係因為從來冇人真正聽得明佢。學生們學識咗佢嘅術，點樣殺人，點樣救人，點樣呃人，但冇一個人學識佢學問嘅另一半點樣保存自己，點樣喺呢個癲咗嘅世道入邊守住心裏邊嗰份平靜。一個人一旦將智慧變成一件工具賣俾帝王之家，佢自己亦都會變成一件工具。而工具嘅命運就係磨刀冇得再用嗰陣俾人調走，亦都係喺呢個時候，呢位老人做咗一個決定，佢要寫一本書，佢要將自己對呢個世界最冷酷亦都最真實嘅睇法全部記低。呢本就係後世流傳嗰本《鬼谷子》。如果你打開佢，會有一股寒氣迎面撲過嚟，入邊冇一句廢話，冇一句關於道德嘅客套說話，佢冷得好似一把刀。偉品講嘅係點樣好似開門理門咁打開別人嘅心，又或者收埋自己嘅意圖。飛錨講嘅係點樣用讚美同好處做魚鈎，勾住對方嘅念頭。烏合講嘅係世上冇永遠嘅立場，你要好似水一樣流動，邊度有利就向邊度去，邊度有危險就避開。佢喺書入邊寫，口係心嘅門戶，心係神嘅主人。佢教人語言唔單止係用嚟溝通，亦都可以用嚟攻心。佢刻低嘅每一個字都係由別人嘅血同眼淚入邊提煉出嚟。佢將人性入邊嘅貪婪、恐懼、虛榮、猜疑一層一層拆開，跟住擺喺台面話俾你知，呢個就係真相。呢本書寫完之後，並冇好似《論語》咁被奉為經典，相反喺之後2000幾年入邊，佢一直俾主流視為禁書，壓喺陰暗嘅角落。點解？因為佢講咗真話。後世嘅儒者，例如楊雄，痛罵佢係小人之學，話呢啲係欺詐之術。佢哋認為呢個世界應該係光明嘅，君子應該坦坦蕩蕩，點可以教人呢啲嘢？呢度就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地方。帝王喺台面上尊崇儒家，滿口仁義道德，教百姓要忠君愛國。但喺深夜嘅書房入面，佢哋揭開嚟睇嘅好多時正正就係呢一本，因為佢哋心入面好清楚，單靠仁義係守唔住江山。鬼谷子就好似嗰個將皇帝身上嗰件新衣扯落嚟嘅人，佢指住下面嗰副滿身傷疤同污垢嘅身體話：你睇下呢個先係權力真正嘅模樣，所以所有人都憎佢、怕佢，但又離唔開佢。去到晚年，佢一早已經唔在乎呢啲讚譽同詆毀，佢將竹簡整整齊齊放翻上石架，好似將一把一把匕首收翻入刀鞘。佢望住窗外面嘅雲，聚埋又散開，散開又再聚埋。佢呢一世幾乎冇行出過呢座山谷，但其實佢一直都企喺嗰場風暴嘅正中心。佢嗰套學問俾人鬧咗2000年係陰謀詭計，但最後終結嗰個亂世嘅，偏偏就係呢套邏輯。你睇下嗰個正喺西面崛起嘅秦國，張儀已經唔喺度，但係秦人將呢一套貫徹得最徹底，遠交近攻，分化瓦解，唔講情面，只求結果。秦國嘅戰車正沿住呢條路碾過六國嘅土地，後來嗰個將中國強行列埋一齊嘅人，喺某種意義上，亦都係呢套學問最忠實嘅執行者。呢個難道唔係一種好大嘅諷刺咩？嗰啲滿口仁義嘅人，一個接一個失敗，流離失所；而嗰個俾人鬧做陰險嘅老人，透過佢教出嚟嗰套學問，間接促成咗天下一統。至於佢最後嘅結局，史書上係一片空白。有人話佢羽化登仙，騎住青牛上咗天。有人話佢一直住喺山入邊，足足活咗幾百歲，但係我更加願意相信一個平淡啲嘅講法，嗰係一個深秋嘅黃昏，夕陽將雲夢山染成一片血紅色，同當年馬陵道上面嘅顏色極之相似。佢拄住拐杖，慢慢行到懸崖邊，
佢望住腳下嘅深淵，望住遠處若隱若現嘅村莊同埋城池。佢呢一世送咗4個人出去：孫寶、龐涓、蘇秦、張儀。佢見識過最頂尖嘅天分，亦都見過最卑劣嘅人性。佢點着咗戰國嗰場大火，亦都親手寫低咗點樣將呢場火撲熄。風吹過佢嘅白髮同長袍，佢睇落係咁瘦小，咁普通。如果唔講出嚟，邊個會諗到呢個瘦小嘅老人就係嗰個令七國君王心裏面發寒嘅鬼谷先生？佢輕輕嘆咗一口氣，轉身行入嗰片樹林。呢一次再都冇回頭。好啦，呢段舊事講到呢度，我想同你再講多2句。每次講到鬼谷子，我都會諗起一件事。佢教出嚟嘅4個人，2個死於非命，1個變成殘廢，1個喺失意入邊病死。4個人都贏過，4個人都聰明絕頂，但冇一個得到善終，而唯一得到善終嗰個就係嗰個從來冇落過山嘅老師。呢件事入邊其實一直有一句好老嘅說話喺度打轉。我哋香港人經常講，行得夜路多，總會撞見鬼。你行夜路行得多，總有一晚會遇上麻煩。龐涓走咗，蘇秦走咗，張儀亦都走咗。佢哋唔係唔夠聰明，正正係因為太聰明，聰明到以為自己可以一直行落去。但你要留意一件事，嗰個教佢哋行夜路嘅人，自己一步都冇落過山啊！所以呢句說話仲有下半節，係好多人唔肯講出口。真正令人栽低嘅，從來唔係唔夠聰明，而係睇穿晒所有人之後，以為自己已經企喺人性之外。你睇穿咗別人嘅貪，你就開始利用佢嘅貪去操控佢。你睇穿咗人哋嘅驚，你就開始利用佢嘅驚去推動佢。用下用下，你會發現一件好麻煩嘅事，你眼入邊已經冇人，只係剩翻一盤棋同一堆可以調動嘅工具。去到呢個時候，你確實好難再俾人呃，但係亦都好難再同任何人真真正正坐低講一句心底話。鬼谷子呢一世守住咗自己，但佢守住自己嘅方法就係唔落山，就係唔行入呢個世界。佢贏喺呢度，亦都孤獨喺呢度。所以我哋講佢唔係要學佢點樣算計別人，而係要記住嗰一句：睇穿人心唔難啊，最難係睇穿之後，你仲肯唔肯將人當人啊？呢個先係呢座山谷留低最重要嘅一句說話。舊事不舊，因為講到底，全部都係人心。多謝你聽到呢度，呢度係 Vince 粵聽世情，聽舊事，睇人心，知世情。我哋下一段舊事再見。